發生狀況，無人機馬上趕到現場，透過影像回傳到指揮所，提高判斷效率，也可會當克服地形限制，執行災區搜查、物資導送、甲通信救援等任務。這是台南市府佇咧沙崙所舉辦的無人機救災展演，由副市長擔任指揮官，以模擬實作方式，呈現科技導入防救災的成果。在未來以備不時之需的情況下，能夠讓這個無人機發揮到更大對於城鎮這個韌性展現的部分。台灣正面對極端天氣，以台南市來講，今年年初的地震、7月風颱造水災，攏予救災人員相當吃力。台南頭擺由三官園三方合作，予無人機正式加入市府救災體系，也可以當建置3D 災區模型，以 AI 標示各風向區域。科技是扮演輔助型的角色我們整個城市還是以人為本，但是如果科技能夠賦予更多的溫度，來解決我們人在面對各項挑戰的過程我相信人與科技的結合將進一步的讓我們的城市更具有韌性。副總統蕭美琴南下視察，非常肯定，現場嘛展示這款上新應用，親像是瑞爾無人機、無人機直管導控車、軍規移動照明設施，以及民間技術的行動電解產生發電系統。台南市府表示，無人機應用唔那強化風災，會當帶動南部佇咧研發、演進到應用的完整產業鏈，成為後一個地方產業亮點。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